来看台南市议会前议长李全教最近参加大台南妇女会母亲节活动的时，宣布讲要参选台南市第4选区的立委选举，挑战民进党现任的立委林怡景。李全教是讲伊长期受到赖清德的政治迫害，望利用选举来行义清白，嘛会认真来有关总统大选国民党的选情。 初日暗时，台南市议会前议长李全教伫咧群组表示，伊要投入选举，请亲戚朋友甲伊斗邮票，而且前一暗参加大台南市妇女会母亲节活动，嘛当场表示伊要参选台南市第4选区的立委选举。记者初3早起要向李全教求证，电话是拢敲袂通。不过，甲李全教较有往来的国民党议员是真乐观咧看待这件代志。 就是说，考量到我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说可以推更有力的人来参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本人也很高兴。那呢，乡亲呢也很期待，就是说全校能来参选，就是永康、新化跟新市的这一区。顶一届挑战共选区的现任台南市议员林彦照，因为身体状况决定无要争取连任。若是李全教出来参选，就会甲民进党的立委林怡景对决。 那林义景表示，李全教进前打因为有贿选前科，要担任国民党的选测会引起争议。今麦阁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是互伊错一条，不过嘛强调伊无咧惊。我尊重国民党的决定，以及李先生参政权的同时，也感到讶异。无论对手是谁，我林义景都会拿出最高标准，做足最好的准备来面对选战。 李全教参加妇女会活动时阵表示，过去做台南市议长时阵受到赖清德的政治迫害，所以要透过这届选举替家己讨回清白，嘛是希望会当帮助到国民党的选情。针对李全教进前因为贿选的案，互人判刑9个月，褫夺公权3档。目前李全教是已经坐假出来啊，褫夺公权的判决嘛到2023年1月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